咱看這傳統咧種香菇咧，其實會當講是了時又閣了工的，也毋過即馬這工研院是來研發一套系統，幫助農民佇這種香菇的插頭頂懸咧，會當輕鬆來拍空，就連過去需要用手工來種這香菇細只的工課，嘛會當用機器來甲代替。甲插箍固定好勢，利用吊佇頂頭的機器來種空，連要幫插箍點平，會當透過機器下開的鏈仔，輕輕鬆鬆就當簡單完成。種香菇的農民講，過去1支2公尺的插箍要種空，需要超過20分鐘來做，即馬只要2分鐘就當完成。木頭種的時候，我要做這個，我要打洞完畢，我要翻嘛，整個要打洞翻，那翻不起來，很重很重。那現在有了這個輪子之後，就很方便，很輕鬆的就這樣做。不用你看一下子。大概整個流程大概1-2分鐘就可以做。除了新型機器鬥3工，工研院閣利用自動偵測系統，只要菇邊內溫度超過28度，也是濕度不夠的時陣，系統就會自動轉水。到28度的時候，灑水設備就會開始啟動。對。那灑水的部分是濕度大概在20%的時候，那我們每次噴的時間大概4分鐘，間隔差不多20分鐘再做一次灑水。其實尤其在山上，你又不好找到工人來幫你。在這種狀況下呢，其實我們會想到就是說，做一些輔助型的工具來，讓你使用你原來的工具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很輕鬆做到你原來很難做到的事情。農民講做農的，就是愛靠體力、靠時間來賺食。即馬有這套自動轉水系統，加上工研院設計種空機器，利用科技鬥3工，巧閣省時省力，對這些人來講，真正真有幫助。記者杜君豪，新潮報道。